開篷巴士呢樣嘢呢，可能好多人都唔明，做乜咁多人中意搭嘅呢？啲巴士公司又係咁爭住開喎。但係唔好理，總之喺世界好多地方，邊一個角落都好，開篷巴士呢都係大受歡迎嘅。咁或者大家都會想話啦，香港呢啲地方架巴士冇冷氣，仲要冇咗個頂，正宗好天曬落雨淋。不過咁喎，熱又熱過香港，落水又多過香港嘅新加坡，當地嘅開篷巴士咧一樣受到遊客嘅追捧嘅喎。而翻嚟香港啊，以前掛滿晒霓虹光管招牌嘅街道咧，其實正就係香港嘅開篷巴士嘅賣點所在嘅。咁但係即使依家冇晒咁滯啦，嚟自世界各地嘅遊客咧嚟到香港咧，依然都中意去搭開篷巴士嘅。九巴自從開辦咗第一條開篷巴士路線 HK1 之後咧，咁啊會再開辦多一條 HK2，會去嘅地方咧，平常時大家都冇乜機會咁樣體驗得到嘅昂船洲大橋同埋青馬大橋。九巴尋日咧就正式公布HK2嘅路線嘅詳情，仲招呼傳媒試搭呢條新路線嘅。九巴傳訊及公共事務主管簡學希就話：HK1自開辦以嚟咧，就廣受嚟自世界各地遊客嘅歡迎，淨係響啱啱過去嘅農曆新年嘅初一至初五咧，就錄得超過2萬人次乘搭。咁啊，簡學希仲話咧，有收到唔少嘅旅客嘅意見，就話希望咧有啲搞新意思。咁啊，公司咧亦都係積極展開去籌備。咁經過同多方面嘅溝通之後咧，HK2咧就終於會正式開辦啦。而車務總監楊俊偉就話咧，連埋目前 HK1 嘅客量去做評估咧，九巴係有足夠嘅開篷巴士咧應付呢兩條路線嘅客量需求，包括嚟緊嘅5·1黃金週。咁亦都會咧監察住乘客量嗰個變化咧，就適當安排車輛嘅調派嘅。HK2 到底點行啊？睇通告都未必夠嘅，咁啊一於同大家一齊試搭嚟個有片有真相。HK2 嘅總站咧就設響西九文化區側邊嘅機鐵九龍站。咁開咗車之後咧，就會先去呢個尖沙咀廣東道啦，再經過翻高鐵站之後，就會駛上去西九龍快速公路啊。然後咧就會駛上去昂船洲大橋，你唔止可以感受下大橋啲氣勢，仲可以無遮無擋遠望港島嘅景色，呢啲體驗咧真係前所未有啦！咁經過南灣隧道之後咧，就再到青馬大橋。提你喎，如果你揀啱時間嘅話咧，呢段行程你係仲可以欣賞到日落㗎。然後巴士咧就會駛落去馬灣嘅迴旋處嗰度掉頭，就開始回程出返去九龍㗎啦。離遠望到嘅汀九橋咧，響翻到過去青衣之後，仲有另一個角度去體驗一下呢條世界上第一條3塔式斜拉索大橋。咁巴士駛過咗青衣北橋荃灣路之後咧，就會再經西九龍走廊去到油麻地嘅渡船街。咁呢度咧就會有一個站嘅，乘客可以喺呢度落車，行幾分鐘咧就可以去到舊油麻地警署同埋廟街，繼續遊覽體驗香港。HK2 嘅行駛時間咧就係每日嘅傍晚5點15分去到夜晚嘅10點15分，每隔1個鐘頭開出一班，全程收費就58個4。而如果你係持有九巴月票嘅話咧，就可以享有27折嘅優惠。咁至於其他詳情啦，大家可以瀏覽九巴嘅網站啦、Apps 啦，又或者係直接同九巴嗰方面查詢嘅。